我的名字叫殷麗霞咯，我廣東恩平，廣東中國，廣東恩平，咪讀書咯，喺中國讀書啊，讀書做工。我哋喊睇讀高中相識嘅，廿幾歲結婚啊嘛，結咗婚咧就要你大伯啊，要你姑姑啊，咁咪4個細路仔咯。我叫吳玉培，喺中國出世，廣東人，冇嘢做啦，以前都冇工做嘅，啲鄉下地方係冇工做嘅啫，鄉下地方係耕田啊、種嘢嘅啫嘛，唔係揾好多錢嘅嘢，冇咩錢就呢個以前真係用政府做嘅啫嘛，你咪做幾多，政府俾翻幾多你食咯。耕完田我又耕田啊，喊睇做工好開心啊，咁咪做工兄弟。咁咪呢個爺爺咪申請出國咯，去香港咯，香港咪去嚟美國咯。我哋要家屬喺呢度噶嘛，要親戚喺度啊嘛，親戚咪叫我爺爺嚟呢度，爺爺又咪申請我哋嚟咯。我帶埋你哋，帶埋你爸爸同埋姑姑嚟咯。我8歲，我8歲香港好似8歲半咁上下啦，喺香港住咗成年幾，跟住先嚟美國咯。揾錢咯，哎呦，真係啊，你真係啊，對啊，而家揾錢咯。一嚟就讀9年班咯，啲9年班好深嘅，嗰時 ABC 都未識，依家啲讀咁耐書都讀唔到，讀咗成2、3年讀唔上，跟住唔讀咯，跟住出嚟做工，揾一餐館嚟做咯，去洗碗。啲正常，我依家做咗咁耐工退休咯，做咗30幾年，30、40年工。又唔識英文，又要孩子，又要揾食，要照顧孩子，又要車衫，咁咪車衫咯，要車衫咯。我哋好辛苦噶，8點做到8點噶，嗰陣時我哋車衫，我哋好勤力噶，8點做到8點做工噶，要加班噶，我哋淨係加班做工噶。後生做得啊嘛，依家撈唔做得啫嘛。唔使講英文嘅，又唔使成日講廣東話嘅啫嘛。你老灣都係廣東人嘅，係咁多嘅咋。我哋做好艱苦嘅，我哋出咗嚟咯，做工，日日做餐館，早餐又唔係賺好多錢嘅啫。係咯，咪做啲勤力做工打錢揾錢打去餐館嗰度。日日嚟個做事有幾年㗎啦，做餐館。做勤力做錢啲錢咯，勤力賺埋啲錢咯，佢咪擺餐館咯。我餐館幾5年開張，幾5年開張啊，日日做到04年就冇做啦，要病啦。咪好難過，要爸爸要長做啊嘛，咪好難過。要爸爸同埋阿姑長接招啊嘛，咪得咯。咁做咯，日日走咗我家好苦啦，日日走咗我3年都冇出過街啊。點樣慢慢嚟好啲啦，依家算拉都好好多啦，算拉好咗咪咯，日日走咗我又瞓唔着啦，又失眠啦，又唉。有間 restaurant，
佢或者佢幫你揾多少少，一個月揾多啲，佢咪多啲錢用咯。你出去打份工，你邊度咁揾咁多錢啊？你有錢打份工，你唔夠開支嘅啫。一大晒啲有 restaurant 你計埋自己人工啊，或者餐館好生意賺多啲錢，咁咪好啲。點解個個有想做生意揾多啲錢啊？就呢個一樣呢個道理。冇本事嘅先打工嘅啫，有本事嘅做生意咪揾多啲錢咯。